你知唔知道其實韓國人係好中意香港嘅呢？18歲以下嘅大家記得 swipe 走呢一條片啦。其實呢，韓國人呢好耐之前已經好中意香港噶啦，特別到80、90年代啦，周潤發主演嘅《英雄本色》喺韓國大紅，簡直係當年嘅韓仔嘅男人的浪漫。香港呢一座城市呢，對於上一代嘅韓國人嚟講，象徵住華麗啦、富有啦、繁華啦。我諗上面呢，追得多韓星嘅大家應該都知道噶啦。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其實韓國呢有一個18禁嘅俗語叫做去香港嘅呢？其實呢，呢個意思呢就好似話你而家興奮到極點啦，去到另一個世界咁嘅感覺，你明噶啦？呢一句去香港呢，同時衍生出送你去香港嘅呢個俗語。相傳呢，呢一句就好似以前嘅你要唔要去我屋企食拉麵一樣，係一句帶有性含義嘅 flirt 人嘅對白嚟嘅。不過今時今日大部分嘅年輕人呢，都會當佢一個網絡用語啦，你要喺 IG 留言先至會見到佢哋用嘅啫。不過住喺韓國嘅大家放心啦，呢句說話呢，又未至於去到我哋話我要翻香港啦嘅時候，大家會笑出聲嘅程度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！我要翻香港啦，我要去香港啦咁樣。留言話俾我知，大家第一次聽到呢句說話嘅時候咩反應啊？